来砸飞机给我，你说，狗来砸飞机，我背都撞着到哎，哎呀，狗来砸飞机，狗来砸飞机，个家把狗要等，最这就阿家踩机了，个约的我就低头到个只约的，我打唔干么子，佢一约闹。阿段奶，猜到是在算账不嘛？你老婆山东搞啥？这些字呢，搞莫看女阿家踩机呢，个可以证明字啊，证明字个字才在机，一个莫那得约打死哦。字才在机，一个莫那得个约打死哦。你内幕啊，东北呢？你看狗在砸飞机呢，顾得字幕哎。你喊你看字才在一起哎，顾得你莫去搞喽。你喊你看字才在一起哎，顾得你莫去搞喽。哟，跟错草了？你出来了吗？跟错地了？地还不是弱蛋了？那起这了知道巧，这点起得好了。那记得跟干部来喽，那记得干部来打扰嘛，干部来打来轮住个鸟让狂背嘞。跟着我咋？这水火气漏得很，想这个都到处都理解了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你看，我不干，别不干开了。第二牛，这些跑打那个路噻，在那个江门干干那些那跑打那弄了。你说哎，生了子草嘞！哎呦，扔狗对妹妹，哪条都扔狗的呀？只有生嘛，扔狗的呀。第二牛，我擦哈个嘛，咱咋摸嘞？你那穿了摸了？好嘛，现在。第二牛，早上穿了可好了嘛？对呀，错样子呢。你和葫芦伞呢？个节都最扔狗那个的错。错呢，我到底搞了这些年走了往干么？我怎么不约？你说啥都个海路啊？我只错了么个？第二牛把小弟弟个对风景最红晒，对包谷啥啥的了，这路过去的不要等在包谷喽，第二牛个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第二牛，你啥样子？哥都害得哥哥只想拿炒菜的，只想化妆，这个都尴尬嘞。这怎么晒了的不好？没叫小人给看到没事，都有的不嘛，只拿炒，谁知道嘛？摸着化妆品，一弄嘛都装到没晒了的不啊？我只答应祷告，我喊你搞啊！
知莫不恩，一莫不愿助之。得不考中的呀不知听啊，一莫不愿受情。得不考中的呀不进大虎斗。小啥子呢？好了，瓜。小公子耶，我说豆子在路下呢，这里面果子不要过百过一茶过得足几嘛，茶过得咋过大喽？我说豆子在路下呢，这里面果子不要过百过一茶过得足几嘛，茶过得咋过大喽？你两牛跟我讲诶，带你去吃啥呢？那很梦刚刚诶，咕噜宝宝，你说嘞，我骆驼车，公子就在啥，都只牛嘞。你这个手指抄到梦的。你两牛，打着水色喽。你管个这照顾了噶？到底怎么咋嘞？我正他个鸟的，跟老毛蛋子后过个点晒过印章哈。我的那个太走山来了，我不是毛少搞年搞了，这里面我难道如果鸟呢？我没得脑子走了，我木了。喂，要噶？我叫个箱子走呢。还是你分得过容的。不过怎么咋嘞？主动离开过，如果还分手，减轻过的负担。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！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！那么你说，个狐狸精，我是说我不是梦，你说这个苗话我能知道。你叫什么？我没有叫啊。我问你叫什么？我真的没有叫。你手上拿的那个手机是什么牌子的？看着老师你好玩，给我看一下嘞。手机我自己花钱买的，为什么我要给你？好吧，我查杀人，你呢？我查杀人，你呢？你查杀人？不要杀我！这就是根据这种话。你过生日给印第安东西的手指头上个鼓，我知道什么礼物找到，但是我得告诉啊，印上啥对门的猫，要不卡着，那个卡着印上了。我虽然知道卡着咋，但是我得告诉啊。我某天的时候，我发信息找到，我个叫我某一眼，他都只叫，我一个梦死哎。我虽然只叫个某一眼，但是我得告诉啊。我的意思是，还有个对子奇怪哎，我太无知了呀。对，就是有个太无知了。只是看得到，甚至我梦贼，梦贼也梦贼。我更求不我的，我虽然有个之光，但是我得告诉啊。我虽然有个之光，但是我得告容啊。医生，这都走了。你老牛，这都走搞，到底都走了。6星期到底的都走了。这个梦到预防针了呢？我就是要知道到预防针了。那么我不能够这个我咋的在那专门到预防针啊？知道到预防针，我得换了这么好的两个，这么好的两个，就是要我只想到活。就是要我只想到活。
反应就黑。那，正菜，搞准备，子弹多多，马上开个竞争奇迹。我的妈，我领他多。你说呀，跟你说了，你品质多子多，你搞巴的哟，三你品质看得到。我自己就超级给老子搞啊！你品质都人就走，就说那种品味，那品质都看得到。就说那种品味，那品质都看得到。这别笑。一度年过後，日後古沙木冷冷。一度年過後，日後過木老龍老古。我接他，我都猜了，但係我你還個冇得喲。那张纸不要多喊人家抬啥孙子哎，搞你要害过他呢？我昨天都害过了嘛，害过年年搞嘞。这个论酒嘛，也是穿牛了的哟。没错哟，故事搞嘛，写下鬼都热起嘞。下来头呢？想想，我拿头娘了哟。我是你个鬼！我正找个宽背，搿搭还得肉骨包出包了，要还了。我可可以亲个一口，就可以。到达我还搞强了，那干了。我可可以亲个一口，可以。搞呀，亲过龙酒，还是亲过了票。那随便搞，至少找票过，对我至少客气个，这个。我叫个毛被长证明了，证明了。你老牛这么多年的，甚至证明。你看，这是我男把我男子好手。你老牛，我个这三男子呢，个本着公毛啊！啊，桃子呀，我啥事情来个？老了嘛，证明了我的什么？被给我先做我惨了，我都可以糟糕哦！你老牛干啥？你老牛干啥？叫那这被一叫迷死了。和那这种对么好闹事，我一对我知道累，我叫感觉我多累，对面么就好闹啦。你说叫那这被我包个事，结婚迷呢？被我包个事，结婚迷呢？
想对这样搞当嘞。你有啦，那吃可那啦，都还等那啦，这只手呢？哦，等你娃是可呢，你娃是你娃大了，你做呢？我真难啊！咦，到呢，得几缸的豆蛋露手，到啦。不，哎，个手指插到锅了吃个，俺那里好久到烤了吃个。啊？你吃哎，干嘛吃哎？我这是卤水。哎，干嘛你说卤在上水给卤个？不，这怎么了？吃手了呢？哎，吃了没卤了几生菜我拿嘞，没点肉呢嘛，没包子包。哎，吃了没卤了几生菜我拿来，没点肉呢嘛，没包子包。老牛，我要读约一头牛啊！哎，侬约头牛哎，侬一直头油啦？哎呀，我才搞约了嘛！我才搞给么约了都只看嘛！哎，我还是叫老先约的，老的米约哎，我才搞给么约哎，那就只看对了。俺都不给的，就约了嘛。我到啥的约，才能多拿自己点口稿，搞得不真实求约的，给我只看到了。我只约了，只敢约，都在联系好哎，都是顶波手，刚波流就是刚波流啊。约到这个鸟没？对，刚波手，我只约了。有的这头鸟妹，对刚波生，กู只有了。回来我那就没这样。这车坏了嘞，还这样车好那样跌的就这样讲。这断车那就坏车。妈把你地下你个来，你都是难民之招了，妈个要坏嘛。我的代表同多对不的，妈个找了宾馆不哎，真车说被同你妈叫了，被人拿不接啊，找了宾馆不。这咋子么靠近老人嘛？找宾馆不宾馆都晓得长车了不嘛？这像嘛？哎，他哎，长车坏的被他们不宾馆一毛的，不当给收了的，长车给送了。对，长车坏的被他们不宾馆一毛的，不当给收了的，长车给送了。哎，混蛋不宾馆钱谁咋了？不当给你收了，收在被一辈子就没这嘛？哎，他被被头谁知道机会了嘛？哎，混蛋长车真的坏蛋。哎，头个被头只知道机会了嘛？哎，火了撞车真的坏蛋啦！你这个小老头子！小牛，我想弄个有问题。给小牛那个没交钱就是人家干净的，人就好了，不得这些注意人家干净好吧？是呢。你不说罗娜娜，你都知道不可能没交钱做鸡耶。我说罗娜娜，你都知道不可能没交钱做鸡耶。错个的牛逼了，没这可不是质量干净啊！我说那个都说我还不是知道不可能做鸡。今天啊，我打电话问了很多朋友，问他们今年挣钱了不有得哦，很多人都挣了，而且挣的五花八门呢，有的挣了个毛，有的挣了个锤子。有的挣了个屁，还有的挣个男的个孙子的，还可以挣个妹，最恐怖的就是还可以挣个鬼，还可以挣个球。今天我看见一个同学，我问他今年挣钱了不有，他看了看天上，跟我说了一句：“这个鸟。”人只要有梦想，肯努力，就没有挣不到的东西。加油！人只要有梦想，肯努力，就没有挣不到的东西。一头牛他们在这杀锅，俺要去多了。再抢单了。走了，一头那，这多少？这两牛我真的烧那个烧。都那么不让的，几天就过一样。一头呢？
我见牛了，哎，给邻居，哎，个见牛啦。有那么多糟糕事了，我一个喊米粉的事情，我的米粉已经过很多了。他那样子过完了咋？他少讲，老板是他节目找你，这是么大场面，没要做这种事情，你懂没？直播啊，我问你很精彩，我把胡子嘛办事胡子嘛早，别个小时就过。有时候哎，搞不上朋友啊，学校邻居啊，也没分就是，我看你已经行了你好简单了，他那样直播完了咋？我咋办？老板还是么大场面，怎么着？直播。直播，也不搞了看么，哎，欺负咱们那个人。我看你真心相爱，被认成了一种傲气，给我打个可爱能猜，算一猜完，对呀。米豆，老肉呢？在他个胯了咯。米豆，你学校哥哥要摸女朋友啊？怎么？搞了事情呢？哎，啥子叫咯？我手顶的胡子照了。对呀，他女朋友想摸我死了。我知道，你们也吵架。你们也吵架。搞那个怎么女朋友啦？哦，这还三不了的在。这要够久嘞，搞我这样子，叉子朝过路看不我，你屁股一翘我就认得你拉屎拉尿了。你屁股一翘我就认得你拉屎拉尿了。然后，这个孙子我都看得懂了，我想都不到。老师，不都是你我钱啊？你要学校过年装到周围呢？你都是整错，这些乱七八糟的呀！那作为题目我讲了咯。作为题目要不，我让你弄，你做讲啦？你的弄了长的咕噜，我是穿的一样，找收入做贼，我不管那我再你收钱。大汉的，长看你做的，大汉的那时候如果要相反的，看狗子太早，开头会员，立马多闪。我的。开头会员知道吗？你这个小老头子坏得很。我的，搞开头会员知道吗？